Hello，大明今日過嚟中山市區火炬呢度帶大家睇一個1100尺嘅三房，大家睇到嘛？呢個樓盤係屬於萬科嘅，佢個萬科啲綠化都做得幾好喎。呢啲草坪每日都有人打理嘅，但係呢啲呢，都係萬科優點之中一個部分。萬科仲有一個優點就係保安系統係非常之好嘅，所以話好多香港人。佢驚俾人哋騷擾嘅，或者驚治安唔好嘅，或者話想物業好啲嘅，就住萬科嘅物業嘅小區。咁呢個小區就萬科物業。咁呢個1100尺呢，就係好多人想揾㗎。佢想揾一啲三房嘅。咁今日大明就大家嚟睇啦。咁入睇呢個屋之前咧，大明就講下火炬呢個地方，去到深中通道都係幾分鐘嘅，翻到深圳可能都係28分鐘。你再去到深圳灣關口，應該係40分鐘左右㗎啦。咁呢。係有一部分人佢翻嚟中山咧，係唔經港珠澳大橋嘅，係經深圳關口出嚟，再經深中通道過嚟。咁咧佢就想中山有冇啲平啲嘅，又離深圳關口近啲嘅，咁就係呢個萬科個樓盤啦。咁我哋一齊睇下呢個1100尺嘅樓點啦，好嘛？嗱，我哋就嚟到呢個1100尺嘅樓上邊啦。嗱，我睇下呢個廳個背景幾搞笑嘅。呢個業主咧係有世界格局嘅。背景呢度做到一個世界地圖喺度。嗱，我哋而家就喺 China 就喺呢度啦。呢個地方亞洲嘅東方啊。咁我啲客戶喺邊度過嚟咧？有可能喺呢度香港喺呢度歐洲、非洲、澳洲，甚至美洲嘅美國、加拿大或者澳洲、澳大利亞。刷到我視頻嘅朋友係邊個地區嘅人咧？開玩笑。今日我哋正經啲介紹呢個樓。首先介紹樓咧，我習慣都係先從陽台呢度介紹開始嘅。謝謝你去過到屋企我俾大家睇下呢個陽台景觀，因為陽台係好多人關心嘅一個問題。睇呢個景觀如何？呢度望出去咧，屬於海欣方向就可以睇到一個小山景嘅。點講咧？翻嚟大陸租樓咧，陽台呢度無遮擋嘅都係比較少。所以話，因為陽台景觀好啲，冇咁多遮擋咧，人都會舒服啲，冇咁壓抑。所以話優點係呢個陽台係無遮擋嘅。咁呢個廳就係咁噶啦。當然大家冇介意因為我哋拍呢個樓嘅時候係突擊檢查、突擊去拍嘅，係冇有做過任何修飾就去拍。所以有時候你可能睇我大明拍嘅樓，有時候可能佢係冇似樣板間咁靚，係因為未整理好、未收拾過嘅。但係咧，大家放心，如果你租咗樓，大明都會叫業主將成個屋搞完衛生、拖過、抹過、擦過，乾乾淨淨先交俾你哋。所以話我哋入嚟睇係最原始嘅狀態就相當於你去相親咁，一個女仔可能佢冇經過化妝，但係最真實嘅面。如果你經過化妝，呢度擺盆花，嗰度擺幅畫，咁就係超自然嘅發揮，就係非常之靚噶啦。但係咧，我盡量係將最真實嘅面展示俾大家睇開燈咁個燈咧都係幾有特色嘅。簡單啲咯呢度就係一個廚房咯。所以話呢個係1100尺無遮擋喺呢度可以過深中通道幾分鐘，30分鐘左右就到深圳啦45分鐘左右就到深圳灣關口啦，1個鐘到羅湖關口因為呢度係離深圳最近嘅中山嘅東部地區火炬。入嚟呢度有一個公共洗手間呢度有一個客房客房望出去咧就可以睇到園林景觀。咁咧呢度咧仲有一個客房望出去都係無遮擋嘅，同陽台嘅景觀係差唔多係一樣嘅咁咧帶大家嚟睇呢個主人房。主人房係帶有獨立洗手間嘅咁咧主人房呢度望出去咧都係可以望到山景嘅。山景嗰度咧望完呢度可以望到個湖景呢個租樓咧就唔係珠海，亦唔係坦洲，亦唔係三鄉，係屬於最靠近深中通道、最靠近深圳、最靠近深圳灣關口嘅中山東部地區火炬萬科柏葉灣。再重複一次唔係珠海價格咧就唔貴，2600蚊咁咯。
因為呢度係中山市區啊，唔係鎮區啊。如果有啲人想租市區嘅，想離深中通道近嘅，離深圳灣關口近嘅，就可以考慮呢個，好嗎？大明手上咩租樓都有，你要同大明講清楚你原因，或者話你都糊裡糊塗唔熟悉中山嘅，冇乜所謂，咁你過嚟，大明帶你去開車去考察，當交個朋友，啱就租，唔啱就當旅行，好嗎？好，呢期到呢度，see you。忘掉我跟你恩怨，櫻花開了記住，東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遙遠。誰都知單單雙手夠擁抱，原來由你擁有，要擁有必先當失去怎接受？曾緣在雪路浪遊，為何好似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